咱总统蔡英文昨昏是去视察国防智库，希望国防院会当和政府同齐来维护国家安全。另外，汉光演习即马正在进行电脑的兵力推演，加上新总统赖清德5日空咧要上任下，中国解放军有加强扰乱咱台湾的力头，咱的军舰就和中国的军舰伫澎湖台海的中线去相拄着。2、3。任期特别结束，总统蔡英文视察任内加速调设的国防智库、国防院，肯定完成3项目标。协助政府掌握战略形势变化，广纳战略研究人才，并且建立对外标准合作。那我们现在已经看到，在大家的努力之下，这3项目标都已经展现过啊。蔡总统5万国防院继续和政府维护国安，因为即马拄着汉光演习电脑兵推，甲准总统赖清德特别就任，中国开始加强了台力量。我台湾1109舰，我是157舰，请注意你的位置。军事媒记录着台湾成功级巡航舰、张骞军舰和中国空母2支驱逐舰、丽水舰日伫澎湖台海中线附近相拄的广播警示声。中国一只有电子情报收集功能的黑客考察船，向航行6号嘛出现花莲外海，由南向北通行，海巡署即时派舰艇监控，广播离查到6座中舰、10座中机及台海活动，内底2只分别离归人66海里、屏东98海里，压缩台湾的防空预警时间。中国对台湾的侵扰，唔那是台海尔。中国人民崇尚和平，无意跟任何国家打冷战。热战，但领土主权不容侵犯，核心利益不容挑战。在中国青岛举行的第19届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年会顶面，中国当面对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柯立讲，中国用友好的协商来解决海上的争议，若是对无理要惹事，会照理来反制。和中国在南海发生几摆冲突的菲律宾，无派代表出席。美国仍然坚持说，管控冲突要透过密切的互动，让你了解我的实力所在，或者是可以借这个机会警告你不要冲突。学者讲，对着中国的无理惹事，美国展现透过互动控管风险的态度，来确保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